哎呦，好，但你知道新的一家人里面你要干什么？你要跟大家讲一下。我要干什么吗？对啊，你要干什么？因为目前呢，他们都有，就是像李燕他们有父母亲，他们也知道整个一个主轴嘛。那我的父母亲，我目前还没出现。不要这样子，曾婉婷演到最后一集也不知道她生母是谁，她刚刚都已经。我也是最后才知道她不是我妹妹。对啊。但我只知道我这一档是很开心可以跟李燕演对手戏。哎呦，对，跟前辈演对手。等一下，等一下，你确定是跟李燕吗？不是因为小兰姐啊？你说阿嬷是不是？大家都以为那个文心跟我是演情侣，其实你们要仔细看下去。我是文心跟佩小兰姐的小三，对，因为阿嬷非常中意她，是，这个就有梗了吧？超有梗，超有梗。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真的真的，谢谢。敬请期待了老 K 之外，也要敬请期待他到底是谁的小三，还是他到底跟谁在的？其实我从去年7月周晓明在病床上跟大家 say goodbye 之后，我投胎了。我投胎到一家人，你还要死掉，我都还不知道我赵喜多到底跑到哪里去。所以老 K 有可能是你哦，你会再出现哦。对。黄文兴先生那个捡到32B，然后大声喊的这件事情，未来一定也会成为经典。然后今天先跟大家问好一下，对不对？来，现场的长官以及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黄文兴。那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张正凯。啊，有，我们刚刚听那个戏里面那个小秋已经叫你800遍了，对，那名字都记起来了。里面饰演的就是跟他是小时候的青梅竹马这样，然后长大以后呢？长大以后有点像欢喜冤家。对，然后目前都还没有欢喜的状态，感觉都是冤家。有啊，你们现在都让我们很欢喜。他目前为止那个欢喜的状态是他跟阿嬷。阿嬷。对，因为每次阿嬷看着他就是一脸那种拜拜，我也当个给啊。真的，那你这样子让阿嬷在戏里的阿嬷也有回春的感觉真的也算是功德一件。是，对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马大哥经常来现场盯班就是这样。也是应该要盯一下班。文心这次跟李燕搭档嘛，对不对？这样的配对组合真的很新鲜。然后我们女神有给你什么刺激，或者有什么压力？刺激哦。对，文心那个这次感觉上里面也蛮活泼的。对，比较活泼。其实也是比较接近我现实生活上是，所以一直以来那个文质彬彬都是假的。没有，当然在这个时候要 gay 吧一点。好，没有，就是我只是延续一下那刚刚演员所有统一口径的状态，有人爆导演的料，有人爆自己，然后就随便那个黄文兴在这一次那个感觉上来说，剪到内衣的那一段也是蛮逗趣的嘛。是，真实生活当中有剪过这么特别的东西吗？这是不可能的啦。对啊，剪过这种东西。剪到这个会送到警察局吗？还是？其实这个对白都是我们导演改。总导演。冯凯导演，对，还有冯总导演，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在现场在蕊词的时候，自己已经笑翻。笑翻了吗？自己都笑翻。天哪，超有温度的！我就觉得这里面这些台词都让大家好有感，都非常的生活化，都非常很贴近自己的。当然，旁边一直有一个人一直不好说话的原因，是因为他在里面就一直很火辣。